一本畢業紀念冊，一套女仔嘅中學校服，究竟點解同一件令人不寒而慄嘅失蹤事件有住非比尋常嘅關係呢？大家好，我係原子，今日我哋就嚟講一講野口愛永事件。野口愛永出生喺1997年嘅日本，屋企有2個妹妹，佢偶爾都會幫父母照顧妹妹同埋做家務，而佢自細就學習空手道，係屋企人同埋鄰居眼中嘅活潑小朋友。大個之後嘅佢喺學校嘅成績唔算出眾，加上佢喺青春期好注重外表，成日都係返學嘅時候偷偷化妝，俾老師鬧。而到咗高中時期，佢已經對學習失去興趣，所以就決定離開學校。後嚟，年輕嘅野口愛永開始流連娛樂場所，經常光顧牛郎店，而店內嘅男公關通常提供陪伴、飲酒同埋傾偈嘅服務，目的係令顧客使錢。而野口愛永就經常到千葉車站附近嘅牛郎店消費。為咗支持自己中意嘅牛郎，佢唔單止使晒自己嘅零用錢，甚至大膽咁喺屋企偷錢。但野口愛永偷錢嘅行為被家人發現，多次同家人鬧交。反叛嘅佢選擇離家出走，但好快佢就要考慮3餐溫飽嘅問題。喺呢個時候，冇收入來源嘅野口愛永認為喺風俗店做嘢可能會較容易賺取高收入。不過年約18歲嘅佢喺離家出走嘅時候未有攜帶年齡證明文件。為咗解決呢個問題，佢決定揾一個叫做湯淺成美嘅朋友幫手。18歲嘅湯淺成美係野口愛永嘅中學同學，2個人曾經係校內網球隊嘅隊友，會一齊行街同埋到對方嘅屋企留宿，感情唔錯。當時野口愛永分別向對方借咗5萬蚊日元，即係3200蚊港幣，同埋佢哋學校嘅紀念冊同埋校服。然後佢攞住中學紀念冊同埋校服，向風俗店證明自己嘅身份，同埋已經到咗法定工作年齡。喺面試成功之後，野口愛永開始以藝名 Karen 喺風俗店做嘢。不過初出社會做嘢嘅野口愛永賺到錢之後，就繼續沉迷喺牛郎店消遣，成為一個收支唔平衡嘅大花童。到咗原定歸還紀念冊同埋錢嘅預定日子，野口愛永唔單止冇打算歸還，更刻意避開朋友湯淺成美。而當湯淺成美打電話催促嘅時候，野口愛永總係揾各種嘅藉口推搪。起初湯淺成美認為開口叫朋友還錢好尷尬，打算再俾對方一啲時間。後嚟野口愛永甚至唔再接聽湯淺成美嘅電話同埋回覆信息。而湯淺成美同另一個同學傾偈嘅時候，先至知道原來野口愛永都曾經向其他舊同學借錢唔還，令湯淺成美開始對呢個朋友產生強烈嘅恨意。根據電話嘅記錄，野口愛永曾經同朋友講過，真係完全聯繫唔到，我就快發癲啦。佢仲唔還畢業紀念冊，我就真係要喐手噶啦。而跟住落嚟，一個令人不安嘅計劃就開始漸漸成型。當時湯淺成美早已經對朋友野口愛永嘅失聯行為覺得好不滿，佢試過開設多個社交平台賬戶公開尋人，但係都唔成功。後嚟佢將呢件事分別講俾3個男性知道，希望佢哋可以幫手教訓一下野口愛永。第一個男性係佢嘅男朋友，20歲，曾經擔任建築工人，行為不良嘅井出裕輝。第二個男性係20歲，遊手好閒嘅中野長太，佢曾經係井出裕輝嘅同事，一齊住喺宿舍，係井出裕輝嘅跟班。第3個人係有住黑道背景嘅男性朋友，16歲嘅少年 B。井出裕輝知道女朋友嘅遭遇之後，建議將野口愛永滅口，而身為女朋友嘅湯淺成美竟然同意呢個可怕嘅計劃。就係咁，湯淺成美好快就組成咗一個3男1女嘅團隊，開始策劃一個殘忍嘅計劃。喺另一方面，即將成為獵物嘅野口愛永仍然夜夜笙歌，仲喺牛郎店玩得盡興，唔知道危機已經逐漸逼近。時間到咗2015年4月19日，即係計劃實行當日。由於千葉縣嘅街頭日間人來人往，會有好多目擊證人，所以3男1女決定喺夜晚先至喐手。到咗當晚10點半，湯淺成美同16歲嘅少年 B 到咗野口愛永經常光顧嘅一間牛郎店附近，尋找目標人物嘅蹤影。結果佢哋發現野口愛永當時同朋友喺度行緊街，而且滿身酒氣。喺呢個時候，湯淺成美突然現身，而遇到債主嘅野口愛永極力解釋自己因為手機故障，所以多日嚟先至唔能夠同對方溝通。但當時湯淺成美只係叫野口愛永上一架停喺路邊嘅私家車，話要同佢揾個地方傾下偈。當佢哋上咗車之後，少年 B 就揸住呢架私家車離開鬧市。喺行駛咗幾百米之後，野口愛永被要求轉移到另一架預先租用嘅車，而野口愛永最初冇戒心，
仲以為舊同學湯淺誠美同佢喺度開緊玩笑，冇諗到呢次將會係一次死亡旅程。喺上咗車之後，三男一女就露出真面目。佢哋即刻利用前一日喺千葉縣百貨公司購買嘅膠帶綁住野口外永嘅手腳，又用襪塞住佢個嘴，防止佢大叫，仲用一個爛布袋套住佢個頭，令佢唔知道自己身在何方。而其中一個成員中野長太就向野口外永宣判死刑，冷血咁同佢講：你跟住落嚟會死。到咗當日嘅凌晨，野口外永喺車入邊遭受到2至3個鐘頭嘅暴力對待，又被煙頭辣傷，銀包同埋手機等物品都被搶走。後嚟佢哋將野口外永帶到去千葉縣知山町，靠近成田機場嘅一個地方。呢個地點平時好少人經過，唔容易被人發現佢哋嘅計劃。其實井出裕輝同埋中野長太喺前一日已經計劃好成個毀屍滅跡嘅計劃。佢哋得出嘅結論係直接活埋會比較方便處理。於是佢哋2個人預先喺呢個地方挖一個大約80公分深嘅大坑，然後喺計劃實行當日就將野口外永推入去坑入邊。當時野口外永手腳被綁，冇辦法反抗，只能夠無助咁跪喺坑入邊不停咁喊，哀求唔好殺我，我唔想死。而中野長太因為驚佢嘅喊聲會被人聽到，就匆忙咁指示其他成員將土坑填滿，直到野口外永嘅面同埋身體被完全遮蓋。事後佢哋完全冇驚，仲向其他當地嘅朋友吹噓自己將野口外永活埋呢一件事。喺2015年4月21日，即係事發2日之後，日本千葉縣船橋市嘅警局接收到一通唔尋常嘅電話，報案人指自己收到消息，懷疑有人活埋咗一個女仔。雖然唔知道係真定假，但佢就越諗越不安，於是選擇報警。而咁啱喺同一日，由於野口外永嘅父母發現已經有2日未能夠聯絡個女，所以就向警方報案，透露個女野口外永失蹤嘅消息。警方根據嗰個有關活埋女仔嘅關鍵報案電話，即刻展開調查，迅速喺3日之後拘捕咗包括湯淺誠美在內嘅4個參與者。隨住警方掌握更多內情，佢哋喺4月24日到咗成田機場附近嘅空地進行搜索，揾到已經離世大約5日喺土坑呈現跪姿嘅野口外永。警方發現當時嘅野口外永頭部纏住多層膠帶，口被塞住，手腕被綁。法醫亦證實野口外永喺冇辦法反抗嘅情況下遭到活埋而窒息致死。不過基於日本嘅少年法，呢單案件涉及未成年人士犯案，所以當時日本警方未有公布兇案嘅詳細消息，而媒體亦未能夠公開未成年疑犯嘅個人信息。其實日本嘅少年法早喺大概100年前，即係1922年制定，核心嘅理念係考慮到未成年人士心智未成熟，目的係保護同埋矯正犯罪嘅未成年人，強調教育同埋改過自身，俾佢哋重返社會正常生活，而唔係單純嘅懲罰，避免將佢哋同成年罪犯同等對待。雖然自千禧年以嚟，日本政府多次修訂少年法，但由於少年犯人即使涉及兇案等重罪，往往因為年紀嘅因素獲較輕嘅刑罰，引發日本社會部分人不滿。而少年法禁止公開少年犯人嘅真實身份資訊，呢種偏重於加害者嘅保護機制，導致受害者嘅家屬造成情感同埋心理上嘅2次傷害。外界亦冇辦法知道加害者嘅刑罰詳情同埋釋放後嘅行蹤，擔心犯人會再犯罪。喺案件曝光之後，日本媒體產經新聞訪問咗其中一個男兇手中野長太嘅嫲嫲。嫲嫲表示佢多年嚟一直照顧個孫，而個孫中學畢業之後就出去打工，後嚟成為咗無業遊民，亦開始變得反叛，試過偷走嫲嫲嘅現金。嫲嫲懷疑個孫今次因為經濟問題而犯案。喺訪問入邊，嫲嫲對受害者嘅家屬表示歉意，亦都對個孫犯下大罪感到震驚。喺2015年6月，井出裕輝同埋中野長太都被控強盜殺人同埋禁錮罪。當年未到法定成年年齡嘅湯淺誠美之後都被控相同嘅罪名。16歲嘅少年 B 就被控禁錮罪。而呢件活埋慘案嘅法律訴訟亦持續咗接近2年。不過喺千葉地方法院嘅審判當中，幾個被告對自己殘忍嘅行為似乎未有悔意。受害者嘅爸爸喺庭上強烈要求判處各人死刑。喺審判入邊，湯淺誠美否認自己對殺人計劃知情，甚至喺宣判前仍然預計只係會被判10幾年監禁，仲計劃出獄之後會開一間美甲店。而檢察官就將佢嘅男朋友井出裕輝描繪成為事件嘅幕後黑手，強調眾人嘅行為好兇殘。喺2016年11月同埋2017年1月，湯淺誠美、井出裕輝同埋中野長太都被判處無期徒刑。法官強調佢哋嘅行為事前經過仔細嘅安排，而且過程殘酷。
雖然後嚟3個人都曾經就刑期提出上訴，但都被駁回。多年後，服刑中嘅湯淺誠美接受一個記者嘅採訪，佢反思自己當年處事未夠深思熟慮，未諗到有嚴重嘅後果。佢表示自己曾經寫信俾野口愛永嘅家人，向佢哋道歉，但信件都被對方嘅家人退回。一套校服、一本紀念冊同埋5萬日元，竟然引發咗一場精心策劃嘅謀殺案。一條人命就係咁樣消失，4個年輕人嘅人生都徹底被毀。有時候一念之差就能夠決定一個人命嘅去留。當憤怒掩蓋理智，當仇恨被誤當成為正義，悲劇往往就係咁樣發生。呢種命案唔單止荒謬，亦都殘忍，係對人性、衝動同埋後果一次深刻嘅警示同埋反思。